以後我就愛辦理結婚登記。前幾日我就有盛大天花預約，恭喜你哋哦！梁生應該都滿20歲咧哈。梁生強下了登記，祝福你哋雙雙對對，萬年富貴。希望你哦，那祝福你哋步步高升，百福千香哦。要準備結婚書約，留新婚證，戶口名簿嘛。彩禮位係曖昧，留準婚假巴，才真人攬該簽名。愛留你哋確認，你穿係記得本人親簽嘅，錯嗎？係啦。還有2-3個相片，我樣一下。你相片真像有特色的，愛用專業真肯照該種哦。愛尺4.5公分，彎3.5公分。就老你講做唔得咩？你還唔相信？該愛用個啥呢？唔是說，該片就有一台快相機器，你求翕一下，當家就好。唔過要注意，等個個說明哦。要偷導航啊，你早點使用說明組就錯咧。我聽好，免得有翕唔錯咧。相片翕好嘛？好咧，請你驗一下。安樣做得咧？你有2位嘅資料，還有2位證人簽名。結婚日期係今晡日，請2位彩禮簽名。天花未愛寫上口，戶口名簿加新版嘅新婚證2張，還有結婚證書1張，總下規費係230元，請等一下，希望你